好，咁就嚟跟實成哥日日賺啦，都係啦，一條片睇3樣嘢，咁就睇飛，再加睇直播 live， 再加睇出料記錄嘅。咁可以見到，咁就4連勝嘅一單直播會講到明。咁啊，今場呢就比較低水啦，1.5啦，但係最緊要就係中，都係啦，全部都係連晒馬會戶口 number。咁啊，有晒證明，全部都係買同一場嘅。咁買嘅注碼亦都比較大，幾千至幾萬亦都有嘅。咁啊，有啲呢亦都係一買完就即刻 send 飛俾我啦，可以見到。咁啊，睇翻啲飛。好，咁睇完飛之後啦，咁啊出翻去睇個出料記錄同埋直播 live 啦。咁啊，睇到出咗馬會場次32場，點解重複呢？因為呢打漏咗個球字啊，咁啊下邊呢就即刻打翻入球勢。咁啊講啲咩？咁啊開聲。咁啊又嚟直播 live 拉佬，咁啊細波收錢，目前4連勝中，講到明4。咁啊睇下啲會員講乜嘢？咁啊睇翻都係出同一場嘅。低水，不過最緊要就係中。咁可以見到會員嘅反應。咁可以見到啦，全部會員呢都係一致讚好嘅。咁啊，成哥堅啊，成哥好波啊，勁啊，成哥啊，成哥好嘢，張年青個女仔。支持連勝，繼續努力。可以見到出料記錄呢，亦都係一式一樣嘅。咁今日呢，就係咁多先，再見。